也先到北部大湖遮呢，有15户人家厝起互风台讲甲歹，甚至有5户地基已经空起，差不多30外人受到影响。乡公所这边是经派人去现场，甲放弃的所在用帆布先砍掉咧，避免造成危险。会当看到人家厝下骹经过雨水冲过，地基已经拢放弃，看起来是真危险。来到厝内，可当看到涂骹出现长长的笔痕，对外口一直到房间拢有。这是新竹县北部乡大湖村连续几日天大雨，造成当地15户，拢总30外人安全受到威胁。我早上它一扔掉下去有没有？哎，它那个3只狗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啦。我说奇怪，怎么狗一直叫？因为它这崩下去，它是房子了。怕房子啊？它一直崩的话，没有弄的话，那些房子怕崩下去。乡公所接到通报了，赶紧派人到现场，甲放弃所在铺帆布。另外，也进行截水甲引流作业，防止土石继续互雨水冲去，造成危险。它影响的一个住户大概上面有15户的一个住户。那比较邻近的是这三合院大概有6户的这个住户。那我想现阶段我们会要求请县府这边尽快的来协助完成灾后的一个复建。那现阶段我们先把这个裸露的坡面的部分先做一个防护，那避免它再次的一个冲刷。好在目前土石流失已经暂时控制，乡公所后续也会协助民众向新竹县政府争取，希望编立灾后复建计划，能早互家园恢复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